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2月12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劳动部标出员工自杀的案件，检调约谈前北分署长谢基荣。法院今仔日下晡是开羁押庭，落尾呢是裁定羁押禁见。劳动部长洪新涵今仔日也亲身来公布重新启动调查的报告，确认这个谢基荣伊是长期以来用高压的方式来管理，认定往生的公务人员是受到霸凌，也那洪新涵也搁再一摆向家属来回释的。洪新涵看到后天话一时讲袂出来。劳动部律法署因为逼出涉外公务人员行底路的案件，劳动部长洪新涵说明重新启动调查的结果，对家属是感觉真失礼，而且公布3大调查的结果，确认谢依荣长期以施压吓囝的模式来领导，互当人持续伫咧压力大、无友善的工作环境。调查委员会内外部的委员拢认定这就是霸凌。在他难以向上反映修正的情境下，这也造成了无姓公务员生前莫大的心理压力跟疲劳。这一点，就我们调查委员会所有内外部的委员都认定，这就是霸凌。洪新涵强调讲，伫工课场霸凌的判断，这位涉外的公务员，伊的工课是做资讯人员。不过，谢依荣甲制定6起服务专案交代予伊，并不是交予业务单位来处理，这是踏过业务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也那调查委员嘛强调，这一届的调查为着要谨慎，有增加访谈人员，也搁伫咧上班时间要求大家搁走的8楼梯，才会指控的内容来做调查。访谈也有比照约访其他的同仁方式，我们也请我们谢分署长、前分署长熟识的同仁以通讯软体通知谢员，那谢员就回复说需要用公文书来通知他，他会书面回复。从楼梯这样跑，然后跑到他的办公室这样子哦。那所以其实整个过程都会经过大家所有的工作人的工作区域这样子。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有非常多人认为，其实那个环境是非常不安全的。洪新涵认为讲，规个案件互北分署长期伫咧系统性失灵的状态，除了甲负责的中介主管调职，嘛建议中央甲人事主管调走。未来伫咧申诉的管道，甲专职调查机制等等的部分会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桩悲剧，这是全年的6月伫咧新竹，有一个男性因为甲爸母冤家一个受气，专买汽油放火烧车联行，包括伊的老母甲太太是拢总有8个亲人拢互烧死，一审是判死刑，也毋过今仔日入审的宣判是认定伊有自首，所以改判无期徒刑。专案是要搁会当上诉，也毋过这个判决互家属是无法度接受。我的孙女还不到1岁。我的女儿还不到30岁，她就这样活活的被这样子害死了。凶手竟然还可以逃过死刑，这样的判决，我如何接受？我不能接受。摕到亲人的相片，讲甲目屎流、目屎滴，气甲讲话真大声，死者家属就无跳判，对结果强烈不满。伊的查某囝甲查某孙伫一场人为火灾，无辜赔偿性命。专案都是伫去年6月，新竹市莲台行放火案。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来，多少个无数的夜晚，流着泪。想着我们最爱的亲人。犯案的陈干雄甲爸母伫工作问题参家务分配去冤家，一受气买汽油放火，母亲家后囝儿兄嫂等人被至亲拢死伫火场，一审以杀害直系尊亲属罪判死刑，也毋过二审大转变，在伊改判无期徒刑，铁道公权终身。自首时显露出懊悔、自责等情绪反应，甚至有向警员借枪自尽的情状，认为其自首属于真实自首。其实，陈干雄所为，方认定是上严重之罪，已经达到处死刑的程度。也毋过无判死的关键理由，就是案发迄当时，伊已经表现出后悔，向到场的警员靠咧话赶紧求救后，搁较向警方借枪，想要自杀。合议庭认为，伊的目的并不是减刑，已经构成自首要件，伊改判无期徒刑，专案也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3月的宝林地食食物中毒案是拢总有6个人死亡，1人去伤着。这消基会收到36个请求款，是替因提起团体的诉讼，甲业者提出要3亿的赔偿。台北市政府是表示讲，这市政府的调解庭事甲消基会的团体诉讼是会当同时来进行，也若市政府会尽力来提供协助。宝林地石今年3月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造成6个人死亡，几个人轻重伤。消基会收到死者甲受伤的人，有30人请求权，11到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团体诉讼，向远东百货、台湾大时代餐饮公司、宝林餐饮公司讨赔2.9亿外。有2位是同一个死者的父母，因为他们在马来西亚觉得这样的诉讼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负担，所以他们后来选择了和解。所以本件原来是32位之后扣掉2位，所以我们这次团体诉讼一共有30位。那我们希望这次的诉讼程序能够快一些，因为对于因果关系啊，还有真正的损害的一个状况，其实都还蛮明确了。苏金霞强调，消基会替受害者提出团伤，也希望在诉讼过程中，业者会当秉持服务消费者甲解决纷争的态度，唔免等到法院判决出来，会当先来和解。记者打电话给宝林创办人，是无法度接通。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对消基会依法提起团体诉讼，到这个进程，远东百货并无回应。大时代公司是表示尊重，不过因为案件目前已经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大时代公司也会委请专业律师处理。消基会已经提起了团体诉讼的起诉，那我们这边消费争议的调解，受害人他还是可以来申请，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和解内容来成立调解的话，那其实这个争议就可以比较早获得解决。北市府特别强调，受害者申请市府调解定书，甲参与消基会团体诉讼2方面拢是独立定书，会当相规进行。市府尊重每一位受害者的意愿，会尽力予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赖清德拜访友邦后，这中国的军事行动搁再压起来。本地呢后礼拜要办的台北上海城市论坛，陆委会是表示讲有同意照常伫个12月17来举办，也毋过若准这段期间中国搁施压，而且这情形有搁再恶化，台北市政府会随时配合中央来延期。为了营造两岸关系的和谐气氛，政府这里愿意释出最大的善意。我们先同意上海访团来台参加双城论坛。今年台北上海城市论坛按算17举行，之前有风声讲，因为中国真正扰乱台湾，这个活动可能会冻点。陆委会11开记者会，宣布审查的结果，确定会放行，让台北市府会当继续安排相关的工作，不过有前提。如果这段期间中共对台施压的情势恶化，那台北市政府会配合中央政府的决定，随时延后活动。陆委会除了要求台北市府要把拜访团的文件保护照了后，才会发证。副主委杨文杰嘛讲，两方交流气氛若歹，交流嘛是无健康。也若这一届城市论坛是市长蒋万安就任了后，头一届伫台北举办，伊认为愈紧张、愈困难的时阵，就愈需要沟通交流。过去这几年，其实很多国家认为台湾兵凶战危，也认为这个区域是地缘政治的高危险区。双城论坛是难能可贵，持续维持两岸之间可以沟通交流的市政交流平台。建议台北市政府要借用前几天马英九基金会所办的那样的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讨论，跟引起的一些对这个活动不同的评价，到底这样对国内的各种情势是好与坏？希望台北市政府能够审慎的去评估。杜永泰提醒，都要会记哩顶一个中国学生团带来的风波，希望台北市府对来拜访的人，除了沟通，嘛要有管理，才会当避免无必要的冲突。台北市府呼吁中央甲地方应该做伙推动两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记者联盟公布全球记者的采访安全报告，今年是拢总有104位记者殉职，其中有一半拢是死伫的加沙走廊。2023年10月13日，以色列军队伫黎巴嫩南部边界发动炮火攻势，路透社摄影记者伊萨姆当场无难身亡，也伤到半岛电视台甲发新社4名记者。也若半岛电视台派驻伫加沙走廊的特派员大都虽然有闪过空袭，不过伊的家后甲囝儿以及孙仔是不幸罹难。
身处加沙阵地，以色列空袭甲炮火攻势是无生目睭的，记者人身安全因讲是毫无保障。根据国际记者联盟11公布消息，今年总共有104名记者殉职，其中有一半的记者是死伫加沙，有55个人是巴勒斯坦记者。也来干了看以下的件数，开战以来，历来的巴勒斯坦记者人数就138人。Donc c'est une des pires années depuis 1990, pas la pire, mais une des pires. L'année dernière, on avait 129 morts, là on en compte 104, à l'heure qu'il est, au 10 décembre, bien entendu, ça peut encore évoluer jusqu'au 31 décembre. Mais une des pires années, ouais, c'est le avec un taux, et ça c'est rarissime, c'est la deuxième année que ça arrive, avec un taux d'une même nationalité. 国际记者联盟也公布，全球有520名记者被关押，其中以中国加禁135名记者人数上最。另外，南韩政府伫初三发布戒严令，总统尹锡悦点名美利亚青岛内底常常批评尹锡悦政府，长期追踪尹锡悦夫人金建熙的丑闻，有180万用户的新闻工厂 YouTube 频道的南韩记者金武俊也在其中。伊受到迄暗办公室外口至少有20名野青的南韩军人守伫外口，同时也有4台军方的车辆。当时真危险、真紧张。伊讲听到任何风吹草动，伊就感觉是真惊吓。尾啊，伊是米36点钟才渡过难关。 만약에 계엄이 해제되지 않는다면 죽을 수도 있겠다. 尽管戒严令风波已经平息，也阁讲到迄暗的情形，伊也是感觉惊惊。伊讲做新闻工作20多年啊，阮是话政府是看过上海执政的团队。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调查，南韩今年的新闻自由指数对原本的47名落到62名。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 咱拢知影讲要用风来发电，这发电厂的地点是定定引起讨论。伫英国伯明翰这个城市呢，是以人工智慧辅助设计甲模拟来研发适合当地环境的风力发电片啊。 这个由几啊片红叶仔组成的实验性风力发电设施，就是科技业者上新的设计。传统的风力发电机组就像安尼，关岛有数十公尺的高塔，搭配10多公尺长的红叶仔，伫坎块地区大量设置，进行大规模的风力发电。 也毋过像伯明翰这款人口100万以上的大都市，四围拢是大楼，就算有空地啊会当设置风叶仔，也无可能像传统的风力发电设备共款。所以当地一间专门设计各种工业用的风叶仔的公司，甲伯明翰大学合作，设计出这个看起来像装置艺术的风力发电机组。The reason that's there is because the wind is channeled off the blades into the center of this turbine, where it creates a vortex. And this little localized vortex means you get much more power out of the Birmingham blade than you do in a normal design, where it's just being dragged or pushed along by the wind. 学者指出，传统的风力发电场所要有每秒10公尺以上的风速，伯明翰市区的风速平均只有每秒3.6公尺，所以需要有全新的思考方式。伫研发无共风力风叶仔的过程中，爱伫短时间内以上省力方式设计佮测试出上符合在地需求的风叶仔，这就要靠人工智慧啊。 We generated, tested, and refined more than 2,000 different designs in 8 days. And can you imagine the size of the workforce you would need to do that in real life? If we did this using conventional methodologies, it would take years, probably decade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And ultimately, almost certainly still wouldn't be as good as the design it came up. 这个实验性的风叶仔以铝合金制成，测试期间会先放伫建筑物的顶楼，业者有计2025年下半年会当完成测试，佮正式投入生产。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英国一间动物博物馆用人工智慧的技术，让动物的标本会当甲人互动，而且甲因的特性也佮有生态讲互观众知。 渡渡鸟是一种真高伫陆地行路不要飞鸟啊！伫南印度洋的摩里西斯岛才有。人类1505年第一摆发现渡渡鸟了后，200年来都因为大量捕杀，造成因绝种，是史上第一个有记录因为人类活动灭绝的生物。伦敦剑桥动物博物馆内展示的渡渡鸟骨头标本，即卖应用人工智慧甲参观者开讲对话。
If you could tell us how you became extinct. The decline of my kind, the dodos, is a tale tinged with both simplicity and tragedy. Life on Mauritius was idyllic until the late 1500s, when humans arrived with settlers and sailors. 有人工智慧的导导者会回应问题，应该说17世纪安怎被灭绝，甚至还可因思考伦理问题，亲像科学家是毋是应该复制从未灭绝当中佫活起来？实验当中还有其他12种动物标本，有鸭喙兽、蝴蝶、长手、海鸥，甚至蛤蚱，每一种物种拢有家己独特声音甲思考。 不过，未将因过度拟人化。 Each dive feels like exploration with invisible guidance, swimming through freshwater streams, feeling the gentle resistance of water was pure joy. I am Megatherium, the giant ground sloth, a remarkable being that once inhabited the ancient landscapes of South America. 这套人工智慧技术由剑桥毕业生成立的国际科技教育公司提供，演讲20种的话，一个人根据参观对象的年岁提供相应的内容，由不同言语的过滤器，在剑桥动物博物馆进行的人工智慧实验，为15开始进行1个月，然后将分析系统的回应甲对话类型进一步调整改善。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咱再相会。